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公啊，希望你保庇阮囝一路上平安吼。来，昨人才咧讲，想办法要杀掉这段情绪。即马我看吼，连讲都免讲啊。伊免天注定，管好若真正讲红煞是安尼看，我是恁想念的。也毋过，我也是毋甘啊。朴叔啦，后壁吼，我再反复一遍吼。咱王家想要搁再希望来靠你这座生意，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知无？阿爹，我知影，好，啊对，他杨慧甲马车拢伫大路咧等，你听我做法啦，阿爹，安尼啊，岳父、甲表，阮来去啊。阿海啊，你一路上哦，都要好好照顾恁少爷咧。我知啦，不离，请你放心，少爷我会甲照到好势。阿海，咱行。啊，咱囝出去做生意，你是咧哭啥？一去就要2个月，我袂放心啦。咱就有这块土地讲保庇，你是无放心啥？安啦！啊，讲恁查某人就是查某人，敢若会晓哭，你搁会创啥？啊？啊，亲家，来，请，亲家，请。因这两家是伫当时结亲情，我哪唔知影。好着进行啦，一个盐官话，一个汤官话，因两家口口是门当户对，后生甲查某囝又搁是指目为婚，这个做亲情是早晚的代志，安尼讲有啥物不对啊？问题哦是出在这个时辰啦。早嫁晚嫁毋是共款，讲有啥物问题？你爱知影呢，今年是高鸾年啊，拄只迄个少年家叫做福顺啊，你甲看迄个面，乌云大柱，伊啊主教迄个劫数，我看这阵姻缘吼，袂当顺利圆满啊，真难哦。若是安尼，是安怎变怎好？好着进行啦，你好心搁想一个办法，替因度解者。注定的劫数嘛，毋是我定的啦，姻缘嘛，毋是我伫咧管的，我无能为力啦。若是安尼，啥物人有法度啊？这就来看因家己的做法。哼！这20年来，我处处任命让伊，尊重伊是俺老大的。也毋过关系到咱查某囝婚事，这届我绝对袂用互这么阿爸。老爷，你即摆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要将这聘礼退倒转去，该
拄婚哟。阮拄则才答应人的亲事，即马你就要悔婚，有啥物唔好？若毋是因咧讲，要替福顺啊出门进前讨一个好彩头，我哪有可能会答应啊？咧讲亲情啊，话来行，敢有照规矩行？敢有甲咱留一点仔余地互咱是无？这片地，我甲你讲啊，若要带过门进前吼，这片料拢无准算啦，退退转去，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啦。我若真正是安尼做，就等于甲严老大来拆破面，无妥当啦。拆破面就拆破面，我才无咧惊伊啦。以前以往，生理场上破水的简单，也即马伊咧不比较早啦。严老大这三年早就无人捌牙啦。话虽然是安尼先讲，也毋过好啊啦，要搁讲啊，即届因的生理若无咱钱借伊，因敢有可能做会成？所以讲啊，今摆老大是我，毋是伊啦。生意人拢共款，目睭内只有钱，看悬不看低。那你即摆是咧讲啥啊？你的意思是咧骂我？我你先讲有啥物唔对？夫人啊，他这件婚事本来你嘛是反对的，也若无你讲，代志到这个地步，咱应该安怎做？暂时我嘛是无啥物办法。也毋过，福顺啊，即抓出去来回爱2个月，伫即个段期间内底，咱会用劝秀美啊，互秀美啊了解咱的苦心。假使讲秀美啊，若是家己无想要嫁互福顺，严老大应该是要强逼才对啊。哈，赵兄啊，啊你家代志唔去做，啊甲对咱我的脚床安尼行来行去，你是要创啥的啦？我甲你讲啊，你家己的职务若叫好累哦，你今晚就叫雷公我甲你讲落来啦。好代志，你莫甲我吓惊啦。我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要请教你啊。是啥物小小问题啦？哎，好代志是啊，假使讲原老的红船来去互人牵唔着去，会受到什么款的处罚啊？这我要哪会知？自我会做神仙开始哦，嘛毋捌听着讲原老牵唔着红线，叫人来处罚。啊，安尼哦，我是烦恼讲万一，赵先啊，啊，当你无代无志，烦恼原老的代志是要创啥？啊，无啦无啦。哎呦！原老啊！这下惨，太惨啊啦7月7日中心殿，夜半无人思故事，在天愿做美奇鸟，在地愿做连理机。小姐，你是咧聊啥？真好听的呢。小姐，你是倒位安怎？无爽快呀？无啊，哪有？啊无，哪有人目头角角，嘴呢笑笑，唉，啊佫会吐大开咧。阿春啊，你敢笑我？倒一天哦，等你出嫁的时阵，你就会了解我的心情。敢免呢？小姐，啊毋过，阿春啊，你是安那？讲话哪会吞吞吐吐？小姐，你要出嫁，我是最替你欢喜的啦。啊毋过，我佫替你足烦恼的呢。你是咧烦恼啥？小姐，你看你，不管洗衫还是煮饭，任何家内事，你拢嘛有捌做过。啊，即摆你也嫁过人遐去做人的新妇，你是要安怎去奉台你的公婆，啊甲翁婿咧？小姐，你敢讲拢袂惊哦？我才毋惊咧，我嫁过去的时阵，我带你搭阵来就好啊。我人坏了。阿春，你是安怎？
小姐，我求你，如果你真的要甲我娶过，我甲阮心落落，回去庄脚。小姐，我求你好无？阿春，你是咧惊啥？我惊严夫人啊！严夫人，你起来，你甲我讲，你是惊安怎？这我袂愿意讲，而且我若唔敢讲。小姐，你会知我提起细啊，你就当作我啥物拢无讲过就好啊。阿春，阿春，奇怪，怎会安尼？我拢照夫人的意思做话。阿春，你办得真好。夫人啊，咱安尼吓惊小姐，我感觉对不住小姐的呢。而且阮阿娘若有讲过，破坏人的姻缘是会去互天公伯爷借还呢。春啊，为了小姐的幸福，这场戏一定要继续搬落去。伫这2个月的时间内，咱要想办法，互小姐当回心转意，互伊同意将这场婚约来甲解除啊。来，好着进行啦，都是伫遮啦。迄天吼，我用定心术咯，甲王福顺甲陈秀美2个人控制掉的，都像因2个人安尼即马共款。哼，有一个法师尔，就安尼杀咧乱用，以后我哪去敢教你？造型啊，啊刷落呢，要刷落去咧！刷落呢，要刷落去咧！你啊，你违反天条，乱砍红线，原我安尼费尽苦心要救你，你也搁徛当遮尼戆心戆心，你哦实在明明唔知死活咧你啊！好啊好啊啦，国弟啊，莫阁骂啊啦，我时间宝贵，袂紧讲啦。是安尼啦，我甲因2个人控制掉了后，我就将迄条红线拔伫因2个手的，结果砰一下，无咧等伊讲啊，我惊者哦，就想讲将迄条红线赶紧收起来，结果迄条红线就伫我的眼前安尼消失去。啥？你将红线绑在因的手中？是啊。喏，连算几波是算我算我。算无啦，天机风彩，我对啊，你就要甲我斗3工啦。起来！我代志遮惨啊啦！这战前台哦，后一个要战了，都是我造成啊啦。阿娘，阿娘。秀丽啊，你若无张无地，你甲安尼吓着惊啦？我都看你徛伫遮无振动，啊，叫你若无爱应，我毋则搁来甲恁摇一下。我爸这一定受亏啦，这一定我唔通受。阮小姐甲我孙少爷姻缘，一定是违背着天的意思啦。真的，我讲的。阿娘，是安怎阿春讲要破坏我甲福哥的姻缘？你甲我讲啊！无啊，阿春哪有你讲啦？我明明都有听到，你甲我讲啦！阿娘，你甲我讲啊！好啦好啦，这是你阿爹的意思，你若就是要知影，我等你阿爹转来，你再问伊就好啊。我着进行啊，我来。造型啊，计算天机也是危险的代志，你去唔到好玩，千万都唔通有任何鬼甲神来打扰，
安尼你了解？我唉，紧去，紧去啦！喂，我地之前啊，算了安怎？我敢袂去哦。我赶紧顶来天庭处理一寡代志。啊，若这个少年哦，你才甲教示者啊。无咯，完咯，啊你无爱休困一下啊？我赶时间啦。好地之前啊，你有要紧无？啊？我无代志啦。哦，啊我来，啊？你无代志啦。啊，即摆啊，完全是冤枉吼，家己啉烧酒啊，去互伊丰富去啦。所以哦，这伊袂当讲完全拢来怪你啦。但伊即逝倒转去天庭，伊会将伊做毋对的代志哦，好甲伊弥补。要若无哦，这代志就大条啊。你放心啦，冤枉这个人哦，一向做代志哦，伊拢总家己承担起来。经过这边的教训哦，后边哦，我唔敢冲动啊啦。你若知影哦，通讲我安尼就好啊。是讲哦，这位王福顺啊，出去做生意啊，应该也去拄着劫数，性命该终啊。即马哦，就互你甲牵迄个落去哦，伊即马还佫有活命的机会啦。啊，想要到讲我后边的，颠倒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啊？哈！我都还袂讲煞咧啦，即马就互你牵即个落去啊，陈秀美啊，煞得来承担王福顺一切劫数，一个换一个啦。陈秀美哦，伊的性命哦，换了差不多要去报道啊。啊！一个换一个啦，陈秀美哦，伊的性命哦，换了差不多要去报道啊。啊！为啥呢？我救一个，煞去害到另外一个？哎，陈秀美毋是作冤枉的？哎，我得这是好。喂！你讲啥？长头白日撞着鬼，你真正是黑白讲啊！假使讲若毋是去拄着鬼，是安怎？秀美啊叫我甲阿春叫我尔侪声，阮拢无听着咧。我前一句话才甲阿春咧讲话，啥物后一句话的时阵，秀美就已经徛伫我身躯边。老爷，感觉你无感觉足奇怪的？你哦，愈讲愈离谱啊！为着我讲啥，你也袂相信。也秀美也敢知影咱反对这件亲事？知。伊安怎讲？伊死都毋肯悔婚。死都唔肯，这个话讲会出来？哦，我现知影，你这个查某囝是安怎教的啦？查某囝甲阿爹阿娘请安。你甲我开了！你毋是无读过册，你敢毋知影查某囝婚姻大事是喺父母做主的道理？查某囝了解啦，阿爹已经将查某囝许配予王家。也毋过我即摆反悔啊！我要解除这段婚约，是安怎你毋听我的话？阿爹，你是有头有面的生理人，讲话无算话，后摆是要如何伫社会上徛起？请阿爹三思。哦，阿爹互你读遐尔侪册，你煞来侮辱我？查某囝唔敢，查某囝只是想要了解阿爹悔婚的原因。但你点坐坐啊创啥？你不要讲话是无？秀美啊，王家家教甲咱是无共款。你伫厝内底会当做千金小姐，啥物代志拢有免做。也毋过，将来你若是嫁过去了后，
是无论身份地位，大细项代志，你拢爱亲手家己做。阿爹甲阿娘心甘你去受苦啊，所以阿娘，阿爹，查某囝唔惊食苦。秀美啊，王家的新妇是无好做啊。迄个王夫人是真歹应付的人，伊将来嘛毋是一个真好款待的婆婆，这敢可能看袂出来是？阿娘，就算讲王夫人搁较那歹应付，嘛是我家己的命。阿娘，就算讲王夫人搁较那歹应付，嘛是我家己的命，我唔惊啦。哦，你唔惊？你这个不孝女啊！你敢有替阿爹想过？我安尼拍拼一世人，才有即摆家业，唯一会当继承的人就是你。你安尼嫁过去，我唔着白白将咱陈家的财产送互别人。秀美啊，恁阿爹讲的真有道理，你要好好考虑看卖咧。小美啊，你意向着真有效，一定会当体会阿爹的苦心。阿爹嘛替你想好啊，我会找一个比福顺啊搁较好的人才，招伊做咱陈家的囝婿。我安尼决定，好无？阿爹，我从来唔捌想过财产的问题，我唔捌想过以后会安怎。我只知影甲福哥结爸为婚，自细汉我就认定伊是我的人婿，所以除了福哥，有啥物人我都袂嫁。气死啊！真正，我安尼讲唔着等于白讲的啊！你这戆查某囡仔，你到底是要安怎才肯听阿爹甲阿娘的话咧？除非福哥亲口退婚，要若无，就算讲恁反对，我嘛要坚持这桩婚事。你这个不孝女，我真正活活挑气，我会叫你气死啊！老爷，玲玲，这个囡仔，你看，你甲恁阿爹气到安尼啦。我想要考验恁阿爹，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啊。福哥，你已经回来了。福顺甲陈秀美，因这对虽然是一个苦命的原因，也我这小小的心声，虽然是真动情的，也我嘛是无法度通来改变因两人的命。老爷，到遮尔暗啊，你到尾还无要困是？俺为啥等到遮尔惨，是要安怎困会去啦？在是咧等什么意思？等到我的心情拢烦起来。我看你是为了受迄个心烦，你已经十几天无甲伊讲话安尼。老爷，虽然讲你有顾虑，但讲你嘛毋是完全反对这段亲事，对无？假使讲，我若是完全反对，我早就将这个聘礼全部退倒转去。我只是真怨叹，查某囝饲到遮尔啊大汉，别人的就是别人的，我走就走，想要留就留袂掉啦。其实你是毋甘收美离开咱，并毋是为了财产，对无？假使讲福顺啊，若肯互咱招，毋知有偌好。当年啊，若毋是严老大甲咱斗相共，咱要哪有今仔日的？小美啊，若嫁过去，早晚咱陈家的财产爱归姓王的。安尼算起来，咱嘛无欠严老大的恩情啊，你讲对无？你若是真正想要开就好啦。夫人啊，我有一个打算。拍算？什么拍算？秀美啊，若嫁过去了后，我就将咱汤行的生意规气送互咱囝婿去做，也咱两个老的身躯就炸淡薄仔钱，来去游山玩水，享受人生，你看好无？当然嘛好啊，
你若安尼，明仔载你着将咱的心意甲秀美阿讲，免咧互伊逐工安尼面有面感。在天愿做笔记领，在地愿做连理机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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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到以后最少呀，有消息回来，夫人叫你紧去大厅听。真的，你要骗我，我哪会骗你？阿娘，是毋是福哥有消息转来？你想要着急啊？阿娘，是毋是福哥转来？你紧甲我讲啦！那你啊紧张是要创啥啦？拄则王元月有派人来通知你若缀过去，等你若缀转来就知影。哦。你先莫紧张，我先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阿爹甲阿娘已经袂搁再反对你的婚事啊。真是嘞，多谢阿娘。毋是阮两个老的挑过要刁难你，实在是毋甘你离开阮的身边。阿娘，嘿，你若爹倒转来啊？好呀。囡仔，金库的锁匙给我。哦。亲家，咱赶紧来去屯，摕一寡钱找人斗相共。多谢你。哎，夫人啊，你吩咐阿春啊，准备一寡饭菜，互阿海来食。顺便准备一束衫互我，哈。哦。亲家，我恁紧来行，哈。阿爹，福哥嘞？新妇啊，你放心，福顺啊吼，一定平安倒转来，吼。亲家，咱赶紧来行，吼。阿海啊，我问你，你少爷嘞？阮少爷，啊？阮少爷，你莫哭啦，你紧讲啊！所有烟火落去互大水冲去，我是去互救命拖命转来。少爷，可怜，少爷嘞？可怜叫大水侵去啊！小美啊，小美啊，小美啊，阿哥呐，你去找到三公啊，阿哥呐，小美啊！叫土地公伯啊，保庇阮福顺啊平安倒转。若伊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愿意来替伊死。土地公伯，你着保庇阮囝婿，赶紧平安倒转来哈！我拜托你啦，拜托你，拜托。亲家，你放心啦，咱已经开喊遐侪钱，请人去找啊，应该真紧就找到转来吼。咱转来厝等好消息啦。实在有够可怜的啦。这款代志用来找我嘛是无法度啊。我是来顺顺的啦。哎，唔对，唔对咧，是倒位咧唔对？我着真是，你顶边毋是甲我讲我乌白牵红线，这劫数伤体活，结果去救着王福顺，煞去害着陈秀美啊！想到这个福顺啊，搁去拄着劫数。哟，哪安尼？你顶边毋是甲我讲我乌白牵红线，这劫数伤体活，结果去救着王福顺，煞去害着陈秀美啊！想到这个福顺啊，搁去拄着劫数。哟，哪安尼？是讲哦，是讲这是天的安排啦，伊有自有伊的道理啦，咱也无法度啦。哦，你也莫想遐尔啊多，佮继续甲看下去，你就知影啦。讲到遐神秘，无得靠，是你甲管路算唔对去靠赢。你哪甲我拍啊？拍你是安怎？你嘛该帮良心放啊！
阮安尼为着要救你啊，我教官拢若算一摆，就4条300字的道歉咧哈。吼，你安尼无感谢阮，也搁当遮讲即个纳凉话，你哦，你哦，你哪搁甲我拍啦？啊拍你是安怎？这哦是替原老甲你讲的，是讲哦，4条300字的道歉，啊若搁算唔对去哦，哼，这哦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啦。啊！相见时人要记念，东风无咱百花残。春吹到死，数风情。大故心灰，泪丝干。阿哥，你规定我陪在休息，我早都陪好。你哪还袂转来？小姐，小姐，你看，你连捡一本书你拢无力啦，你还搁安尼继续落去，你是会害了了的呢。小姐，啉一摆心仔汤，我一摆元气，我求你好无？你呢，我种唔甘的呢。小姐，我随少爷，因拢已经失踪半年啊！啊，你这半年来，你逐工拢是目屎咧洗面。我劝你暂时甲少爷放个袂记好无？你若身体用啊好，较要紧啊！小姐，春啊，有呢，小姐心仔汤拢无啉。你先放落去。是。小美，娘，我搁有消息转来无？也无。都已经半年啊，我搁哪也唔转来？我搁是毋是死啊？你还搁伫骂我？小美啊，他你唔通黑白想啦。你若听到王元贵最近逐工伫外面费尽心机咧找找，虽然讲王元贵人已经破产了，田园厝地嘛卖甲空空，也毋过人伊并无放弃希望啊。伊甲我相信福顺一定搁活伫咧世界上啊。小美，上无应该放弃希望的人是你，是安怎你才先放弃的哈？感觉你袂记的啊？等福顺若是倒转来，安尼要看你穿水水是流啥？福顺若生气，安尼搁要等要抱外孙呢？你一定要坚强活落去，你是知影毋知啊？哈？阿娘，我忝啊，我想要困。无你先休困，等你来精神，安尼搭芳茶转互你啉吼。无哭，你困。
切嘛，也你迄无用哦。亲家有伫个无？亲家啊，是你哦。来，内面坐啦，内面坐吼。哦。来，亲家啊，来坐。那真歹势吼，那无啥物好物件通招待你啦。来，啉茶啦，你唔通见怪哦。多谢。亲家啊，我是讲，你莫住遮大啦。你若是无去嫌，规气搬来我遐住。影若无吼，我来去买一间较大间、较舒适的厝，互恁住，好无？来，搁再讲，你的好意，我知影。也毋过，我是嫌老大呢，我着袂用互你可怜我，是毋是？我将苍蝇厝底卖掉，心头这务，到即马就剩欠你的钱而已啦。你为着要帮助阮福顺啊，已经开去卖酒财产，你若安尼讲，迄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就算讲我甲我所有的财产拢开完，你嘛不要紧。无咯，你千万就唔通安尼讲。我的生理吼已经倒落啊，我就袂用搁再拖累着你的身体。你若是倒落去，万一福顺若是倒转来，伊毋就连徛起的本钱都拢无啊！当要讲一寡话无？亲家啊，既然你遐尔坚持，那安尼我就无爱甲你勉强。是讲亲家啊，钱你得爱保重哦。我相信福顺啊，一定真紧平安倒转来啦。会啦，福顺若是倒转来吼，我是想要带小米过门哦。迄当然哦。光头白日，啊无恁两个是咧做啥物面梦啊？福顺若会转来吼，早就转来啊啦，袂到即马吼，坏人影都无看的。福顺若会转来吼，早就转来啊啦，袂到即马吼，坏人影都无看的。亲家啊，查某人在讲话，唔通见怪吼。无要紧，要无，亲家，我还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啦。好，我送。免送，免送。讲啥物出门先定亲，要讨一个好结条，哼！结果哦，去娶着一个大煞星啦。阮后生本来人是好好呢，新妇还袂娶入门哦，就先叫新妇气死啊！真正够分。亲家，你是来想操我啊？啊？我得进行啦，我得进行。他们是走到对去啦。喂，我得进行啦。喂，你哪会软脚啦？你才咧软脚咧，吼，你实在是有够夭寿呢！啊，你无代无一摆，我要创啥啦？你是神的，毋是人呢？我吼是袂堪去互你拜的啦。我哪会知影讲你弟？你咧偷混一名，啊，遐尔仔细去互你掠着，你来找我是有啥物贵事啦？我倒是要问你啦，你遐敢有迄个王母娘娘的仙丹妙药？仙丹妙药哦，你要偷着药单收你食？对啊。嗯，无啦，毋是啦，哪有迄款代志啦？有啦，我是想讲，甲伊看卖，看讲敢会好啦。唉，我甲你讲过啦，神仙难救无命人啦。陈秀美啊，伊的命自家爱将，你哦，唔通要过来违规神规啦，破坏天机。要毋过我甲伊害到迄个程度，我若无安尼做，我会心肝不安的。不然你实在是有够奇怪的，是安怎样仙教拢总教袂下啦？我就甲你讲，你是神，毋是人，
是安怎你的想法咧，拢甲人同款。哦，你感觉做毋对代志，感觉心袂安，对人真袂当。杨哥啊，你哦，安尼一摆搁再一摆，无守成规来破坏着天机，又搁来影响着一寡只众生命，安尼你敢袂歹势晓？啊，你这会晓讲啊？啊，你家己有是共款，啊，对人做好诶，定定为着要救人吼，结果叫天庭处罚啊！我吼，我是想要学你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善心啦。要毋过安怎学拢学袂成啦。讲到我做神哦，定定做到吼法术脱切，啊天机阁无精啦。我实在有够无路，我实在有够无路用的啦。好啊，好啊啦！玉帝知影讲咱虽然法律毋是高明，也毋过啊，伊看会出讲咱是接近人的人性，所以啊，才会派咱来凡间做基层的神，你免伤过自卑啦，吼。我得真心啦，多谢你的鼓励啦。我心肝内用安尼受一个遐大个，哎，我嘛是诶，你啊，哎呀。无啊，你当时也学甲会晓算哦。啊是算有啊算无？无啦，我是对你安尼懵逼啦。你咧。我当然嘛算有，哼，我算出你哦，提仙丹药单收你食。我安尼做敢有毋对啊？当然嘛是毋对，这单秀美本来就爱死呢，你即马搁来拖长伊的性命，去踏着王福顺要倒转来一个死神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来当互因两人毋通见面，要若无哦，你哦是搁犯着天条哦。是安尼讲起来，王福顺甲陈秀美，搁有一个私生见面的机会是无？嗯。这我毋知影。好，这是老前辈，拜托，你紧甲我讲啊，这王福顺当时会转来啊？无啦，你莫害我，我毋知，我毋知啦。喂，等我一下啦，好。我愈来愈无关系，当然心肝像拄咧灌共款。陈秀美啊，你甲王福顺哦，还阁有一个时辰通我见面啊。也毋过真可惜哦，这个好地正是惊讲我去犯着天条，所以无甲我点破。也毋过你放心啦，我会想尽办法啦，互你甲福顺见一面。上界重要一点，你着要闯过闯啊大来，要较坚强的，你知影无？嘿，好地正是啦。红颜薄命，世间哦，要产一款遐尼痴情的女子，较死人真少，可怜啦。哎，好地正是啦，拜托，恁斗相共者啦，啊？好啦，看你安尼哦无听伊哦，心肝来讲袂过啦。好，我来正是啦，你看，我了想嘛。有够成的，迄连咧声音都有够成。你看，你甲看哪有无用？紧，过啊！小美啊，我回来啦，你醒起来。福哥，你回来啊！你知无？我足想你，我等你等到足辛苦的，你知影无？我知。明仔载吼中昼我会去土地公庙，啊你也来，我等你等，知影无？土地公庙，明仔载中昼。小美啊，你是安怎？小美你，阿娘，福哥回来啊！阿娘，福哥一个回来啊！小美啊，你
要做面包啦，伊哪有倒转来？唔是啦，伊正强转来，我并未听到伊甲我讲，明仔载中昼去土地公庙找伊，真的啦，阿娘，阿哥。好啦好啦，就算讲你明仔载要土地公庙，你嘛辛苦明仔载才有体力通啊去啊。听阿娘的话，先帮你困好无？啊，你这种精神啊，我你明仔载要有困难通啊去。啊。老爷，昨暝小美啊去梦着福顺啊，福顺叫伊去土地公庙啊。敢毋是讲人死了后才会脱梦？感觉福顺啊已经……但你是咧黑白讲啥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小美也梦着福顺啊，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什么咧脱梦啊？你黑白讲啊你！点去啦！你是看着鬼哦？小姐就恐怖的啦！哎呀你啦！哎呀，阿爹阿娘，小美啊，你今日看起来真是气足好的吼。阿娘，阿春仔咧，叫伊来帮我洗头，我要装较水的啦。安尼甲你洗就好啊啦。小美啊，啊你装较水，你是要出门是？嗯，我要来去土地公庙拜拜啊。你去拜拜。啊，若要去拜拜，阿弟甲娘甲你出来去吼。阿娘，唔免啦，叫阿春仔陪我来去就好啊，我会看卖，你放心啦，哈。老爷，是安怎？睡着啊，紧家洗妆打扮，啊若无即马呢，最有好是要见人啊。啊对了，你先去通知严老大个，反正咱真正伫个土地公庙拄到福顺也无一定啊。哎，好地进行啦！你毋是讲5时9度，我就看到王福顺的人影，啊，即嘛人咧？嘘。我这哪有一个乞食？哎呦，规身躯搁太过暖流啦！啥呀？伊就死啊！